东部的外岛绿岛兰屿大城受到冲击，兰屿伫咧透早5点就测到17级的强阵风。气象专家就警告，这个风台威力是未输去年伫咧兰屿造成严重灾情的小犬风台。抗瑞风台来势正强，首先受影响是离岛的南屿，南屿海边加5公尺悬的大型强风暴雨将路树吹到东岛西歪一直海，强烈的风部分点头铁片吹到掀开，强要落来，看起来真危险。就算居民秘伫厝内，也感受塔外口风台威力。真的不会太超过了吗？南屿透早5点测到阵风超过17级，风速仪也被吹海去，目前无法度观测。南屿高中早起8点测到15级阵风。南屿国小校长表示，好在南屿国小教室拢应该做风台门窗，做无受损的情形。目前风势比雨势较大，有一张大树搁连滚板起。我刚刚绕了校园一圈，里面有一棵黑板树倒下来，跟小犬跟去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。那个小犬台风的话，很接近啦。气象专家表示，南屿测站已经测到17级的强风，即马风台愈来愈近，南屿搁伫海面上风力搁较强，为了防止无适合去年带来灾情的小犬风台。不只是绿岛兰屿的强阵风，另外是台风中心登陆附近的这个，从台东东河到花莲瑞穗这一带台风中心可能登陆的地方，这个风雨其实会越来越强。气象专家提醒，抗瑞风台有个风雨会更加强，而且愈暗会愈明显，提醒民众尽可能踮伫厝内，千万唔通出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